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圖書。首先想考下大家，知唔知道喺1770年有邊一位偉大嘅音樂家出世呢？噔噔，佢就係貝多芬啦。貝多芬咧，1770年喺德國嘅波恩出世，好細個咧已經學習音樂㗎啦。貝多芬早期嘅作品咧，會受到莫扎特啦、海頓嘅影響，所以作品咧比較規範啦同埋嚴謹嘅。去到中期嘅時候，貝多芬咧開始有佢自己嘅個人風格啦，作品咧更加之動聽，譬如有英雄交響曲咁啦。去到貝多芬嘅晚年作品，因為咧佢耳仔聽唔到嘢啊，雖然受到耳環嘅影響，但係咧佢嘅作品咧更加有佢嘅個人風格，例如命運交響曲咁樣啦。佢嘅作品咧影響咗音樂嘅歷史好多好多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貝多芬嘅作品同埋歷史，記得嚟圖書館睇啦。